欢迎收听11月28号的迦南之声，我是世谦牧师，大家平安。我们今天要一起来分享的是路加福音的21章25到36节。路加福音的21章25到36节，怎么不是以西结书呢？因为我们在这个主日开始进入了这个待降节期。待降节期呢，就是在12月的时候会有4个主日。那这待降节期顾名思义就是我们在等待耶稣基督的降生。耶稣不是已经降生了吗？为什么我们还要过待降节？它有2个含义，除了这是纪念耶稣基督的降生有这样的一个节期之外，它也是纪念警醒于耶稣基督再来的这样的一个盼望。我们透过这个待降节期就有2个含义不仅是耶稣基督的出生，也是耶稣基督的再来。耶稣基督再来的盼望，使我们在这个节期当中感觉到温暖寒冷的天气感觉到温暖，也让我们在这个节期里面再次来思想上帝的心意，透过耶稣基督，让我们的生命要经历从他来的盼望应许，还有今天所说的警醒。所以我们今天要祷告的经文呢，在路加福音的21章36节，你们要警醒，不断的祷告，使你们有力量忍受一切要发生的事，得以站在人子的面前。我们要警醒，不断的祷告，使我们有力量忍受一切要发生的事，得以站在人子面前。这段经文出自路加福音。耶稣即将要被捕受害之前，他讲了一个预言。他在那个时代里面，他预言圣殿要被毁。对那个时候的以色列人来说，实在难以想象，因为圣殿在这个归回之后再次建造，怎么可能被毁呢？可是历史上却告诉我们，真的就在耶稣受难之后，过了几十年，耶路撒冷圣殿再次被毁。看到这段的经文，真的是让我们心里有一个警醒。但是耶稣在讲的不仅是在讲这个2000年前的圣殿被毁，还有一切在那个时候的灾难，更是指向一个终末的看法跟盼望，就是当耶稣他再来之前，人们可能会经历到极大的挑战，也就是所谓的末世论。在这个末世论当中呢，我们会经历到可能是天灾人祸、天灾地变，或者是人的战争、彼此的恶斗，可能在世界上有许多的变化、疫情，如同我们现在就在经历的这个状况。在这样的状况当中呢，人可能会非常的恐惧、害怕、焦虑，如同疫情发生的时候，有很多的人，他们的内心真的是很苦但是就在这样的一个日子里面，耶稣却说，你们当挺身昂首，因为你们得赎的日子近了。我们又为什么能够挺身昂首呢？因为我们有上帝的话。上帝的话告诉我们，在这当中我们要警醒，我们要警醒，常常祈求，不断的祷告，使我们有力量忍受一切要发生的事，得以站在人子面前。所以在这样的一个境况当中，基督徒能够挺身昂首，并不是因为我们真的不怕这些灾难发生在我们的生活当中，而是我们依靠这位能够让我们有平安、不害怕的上帝，叫我们能够有力量忍受这一切要发生的事，透过警醒。
透过警醒，帮助我们有意识的活在这充满挑战的时代。透过警醒，让我们专注在神的话语当中，不是用自己的意思，不是随从世代世俗文化的变化而在那里飘忽不定，而是定准在上帝的话语当中。在这个变化的世代里面，我们能够随时调整。今天的话语给我们带来了希望，让我们也有一个期待，就是耶稣他要再来。而我们在这段时间我们要做什么呢？我们就是要预备自己。而待降节期，它除了有期待希望的这个含义之外，这个第一主日也是让我们再次警醒，在主里面醒悟过来。上帝的话语帮助我们，让我们知道我们的生命是有依靠，有一位主，而主耶稣基督他已为我们付上这代价，让我们能够来领受从他来，从上帝来的盼望。我们一起来祷告。爱我们的主，我们感谢赞美你，谢谢你，我们满心期待这样的一个待降节期，让我们一起预备心，让我们充满从主来的盼望。因为主你来到世上，不仅是叫我们得救，更是要我们得胜。因为你即将再来，你即将再来，在这段时间要我们警醒，警醒于你已经得胜，所以我们要靠着主你来得胜有余。谢谢你与我们众弟兄姐妹同在，叫我们的生命透过你的话语来经历那真实的益处。感谢赞美你，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，阿们。谢谢你收听今天的迦南之声，我们预备心一起来迎接从耶稣基督来的盼望。我是世谦牧师，我们明天见。